后来继续来看高雄一个30岁青年，半暝啊起床，常常爬袂起身，要为椅啊徛起来嘛爱人家扶。去看医生，状况不妙。这个暗嘴、暗头前、暗甲真严重。医生一个问才知影讲，原来这个男子平常时啊分不离手，一天至少就剥一包，这等于是一天内底至少有1点钟的时间头咧咧。再加上平常时啊工作的需要，嘛爱接来看手机啊。 所以，暗水是愈来愈暗，愈来愈痛，对生活造成真大影响。准备要起床，阿妈棍是痛丢丢，完全是爬袂起来。唔那安尼，含济咧要爬起来，就对阿妈棍一直痛到规个脚趾拼，那亲像向电着共款。这名30岁黄姓男子感觉身体状况唔对，赶紧来到病院照电工，才发现伊阿妈棍的龙骨向前歪，真严重。原因就是伊定定头咧咧。来了解伊为虾米定定头咧咧，是因为伊定定食薰，一天爱食1包，一支薰爱剥3分钟，就等于规工到1点钟拢是拿剥薰、拿耍手机啊，加上工课嘛爱定定看手机啊，才会予伊阿妈棍的龙骨状况愈来愈严重。长期低头的话，他的颈椎可能就会成为太直，或者是往前倾。 那这样子也会造成脖子的肌肉因为长期的拉扯的关系，会导致它肌肉容易拉伤。医生就建议讲，爱定定压头、天胸，买当用脚趾片来挖壁，拢会当减轻这个状况。颈椎的疾病现在目前有非常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，我们萤幕最好都要跟我们的眼睛等高哈，那不要说萤幕都在眼睛的下方，然后导致你的头必须要往前弯、往前倾。 头咧咧的人是愈来愈多，尤其是这爱食薰的爱特别注意，若是去压到神经，恐惊会有更加多后遗症。